手！里面有人闹事儿。你刚才说什么？里面有人闹事儿。秦雪，你快去找红云百货营业部的相关负责人，调查一下这位员工的具体情况，然后配合好我们下一步的相关检查工作。啊，好。哎，云总，你干嘛去？我要上去看一下。好，我跟你一起。哎呀，云师从啊，云师从。哎，我看看他这次到底能怎么办？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去商场搞什么案子？云石头，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云石头，您先不要激动，我就是于志腾，有什么事儿您可以跟我说。这个臭小子怎么也去了？罗健，你赶紧去看看去。好，现在就去。你就是云世彤。还我血汗钱！老先生，你先冷静点。冷静。冷静。怎么冷静？石头。段飞，没事吧？伤到哪里了吗？基本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，笔录也已经做了。你受伤了，回去跟我们接受调查，后续的情况你们去公安局做了解，好不好？好，走，跟我们走吧。谢谢。慢走。你手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什么没事儿？我们也去医院，快点。你好，请问你是病人家属吗？哦，我是。哎，病人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，病人没事儿，他只是皮外伤，但是他非要跟一个叫做张福顺的住在同一个病房。张福。啊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喂，秦雪。喂，石头，段飞怎么样了？医生说他已经没什么事儿了。好，没事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早晨你要跟我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，我们不能再拖延了，好吗？好，那我明天过去。你一定要来公司啊。明天见。今天上午11时，中年男子张某在红顶旗下大型商场与跳楼闹事未遂。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场发回的画面。徐若海，你马上准备一份张福顺的材料，递给我，要完整的。还有，给段飞也发一份。好。没事吧？要不要我帮忙帮你叫护士？
大叔，你为什么要选择闹事啊？你为什么不向公司领导反映情况？反映有什么用？领导们都忙，哪会理会我们下属员工啊？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？大叔，我是红鼎集团安保部部长段飞，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跟我说，没准能帮到你。不用了，没人能帮到我。大叔啊，你看看你腿脚都动不了，我呢，胳膊动不了，我们是病友，互相帮助嘛。哪位病人需要帮助？哦，你帮我解开吧。不行，如果现在剪开绷带的话，你的伤口会发炎的。不会发炎的，赶紧的，难受死了。今天就是说破天，我也不会给你剪开。你不剪我自己剪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老老实实躺着。老老实实。哎呀，我想上厕所。好，我给你把固定的吊带剪开。好。不用挂在上面，但是绷带是肯定不能拆的，不然的话，伤口感染了，有你好受的。谢谢啊。谁啊？老大，我们来看你了。怎么样，老大？挺好的。死姑姑，我跟你说，待会儿会你开车，不你什么东西？你知道老大保安跟我说什么吗？怪我了。小九，没事，你们聊。老大，给我停不停？姑姑他什么人呢？你招来就不能。别吵了，你后面藏的是什么呀？快拿出来。啊，你最爱的棒棒糖，怎么样？你贴心吗？多少是？老大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喜欢吗？这不也是棒棒糖吗？棒棒糖怎么了？挺好看的。好看？要我说你们就没有新意，都什么呀？老大，这个怎么样？太好了，这个好吧？我也觉得这个好。来，果果，马季，怎么没有我的？对不起，老大，商店买2送1，只有3瓶。医生说了，你不能喝酒。要不然你闻闻。行了。闻闻。来，庆祝老大光荣负伤出院，干杯！小九，来一杯吧。好香。果果，马季，